觀眾好，未介紹今次日賽，先檢討4月29日夜賽嘅跟進馬。當晚最好成績係韋達3 win 同埋大衛希斯2 win， 開飛賠率7.5，投資回報3.75倍，賠率不輸個別場次獨贏，也完全符合普遍賽前預測。本人的練馬師王亦推薦此兩人，騎師王係潘頓勝出，直博率仲係練馬師王更有價值。跟進馬有頭場勝出馬滿樂城，上次賽前飛數強勁配和黃寶嚟，但見習騎師手忙腳亂，剛才換回潘德禮賠率5.4倍輕鬆收穫，下次有飛仍可追捧。幸運同行不要因賽神仙而追買，其5班馬勝出率低。第二場頭馬可靠大師勝出時間與距離太好，未來或可扶搖直上，要繼續看好。第三場跟進馬係亞軍與季軍，將贏在何澤堯手上，應該會根色羽毛，形勢有利必入位置，而且賠率不會太差。第三名富起來沿途大外跌，態度拿處理得較好，不過下次仍可考慮。第五場第二名巴閉王黃寶嚟跑到第二，表現不錯，輸在形勢，下次仍可看形勢追捧。第六場熱門都表現失準，造就蔡明少26年首勝，暴風之子並不穩健，下次不樂觀。七場天天同樂本人賽前看好，上次跑1200米前800米時間比標準好，已知今次1000更合適，結果勝出，好評如潮後上犀利，黃寶嚟發揮不差，下次兩馬都值得再考慮。8場東來欣賞由10幾倍到10倍，最終只係輸頭位，下次去周俊樂私家馬有勝機。近期三甲表現特佳的練馬師依次係蔡約翰、韋達、姚本輝及黎超星，成功率都有40%以上。騎師三甲成功率次序為潘頓、艾杜拿、巴頓及浩文，都超過40%。回到今天5月3日日賽11場賽事，莫雷拉請假至下次賽事回歸，當加法今次仍有9匹馬列陣，不能完全無視。全草地路程包括1200、1400、1600、1800、2000同埋1400米，班次有2至5階，跑道為小使用嘅 D。初步看練馬師王情勢，大熱蔡約翰1.9倍，大衛希斯7倍，第三四熱門耀康銘女健威8.5倍9倍，其餘都有10倍或以上。蔡約翰出馬9匹，有好幾匹熱門，包括低於2倍嘅海上大軍及首飾天空，還有安帝及鴻運光輝。大衛希斯有加冠王及盈妙星可勝得穩馬。相對而言，女健威有櫻花酒杯及輕馳千里有水準熱門，半冷可烤龍之月及快樂共濟。其他馬房可以留意羅富全嘅紫荊盛世及醒目高球。黎超星馬房也有城中勇士及唱寶區值得投注。騎師王今次潘頓出馬少，艾少禮有機可乘，班德禮6倍也值得關注。今天清短場次係第5場4班1400米，13號金快飛飛真情跑1004米，看上幾次走勢1200米其後上不及，丁冠豪這安排係正確嘅。黎超式嘅唱寶區也是一路之選，第三選係快樂共濟。另外精選場次係第7場4班1800米，8號烽火行雲繼續由潘明輝跑長途係有成績嘅，佢遙購係擺明車馬，配腳揀師兄嘅勤得天下及富起來。最後參考預期係練馬師王係呂健威或者係蔡約翰，騎師王係
艾少禮及班德禮，反碗騎師體有湯明輝及袁孝堯。馬匹精選5場1，13號金塊飛飛及7場8號烽火行運。